中秋3天连续假期，适合出国去行行的，有台中阳明山外号这个新社金针花啦、桂花山芙蓉，最近是陆续咧开花，而且有真侪条赏花步道，会使和乡亲好好赏花。离台中市区干那半点钟的新社，横区伫山坡地种金针花，最近开花啊。9月、10月2个月都是属于这个金针花的花季，游客来到这个地方，不用走很远，2、3分钟就可以看到金针花了。来到这唔免行伤久，就会当看到金针花海。中秋节阁会当看到绣球花和洋伞花，阁有好食的料理。生活过的这些记忆，然后就复刻到这个台湾这个环境来。鸭腿经过处理了后，搁煎鸭皮，下骹阁有真鲜的新社香菇，滋味真赞。欢迎大家中秋连假来遮佚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